大家好，我係 OCBC 華僑銀行香港財富管理部嘅張志高。2月下旬，中東局勢突然惡化，令到全球市場陷入動盪，油價暴漲，環球股市下跌。喺避險嘅情緒推動之下，有可能令到投資者對於黃金、美國國債、瑞士法郎、日元同美元等等嘅避險資產需求急增。市場嘅前景依然係唔明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同埋經濟數據都可能持續引發價格嘅劇烈波動，投資者喺紛亂之中又該如何自處呢？今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到雲理投資經銷夥伴開發業務部總監黃卓賢先生 Leo， 同大家分享雲理投資對於投資市場嘅睇法。首先想問下 Leo， 環球股市喺2025年表現強勁。雲理投資預期2026年整體股市可唔可以延續升浪？有啲乜嘢嘅投資亮點係值得留意呢？回顧2025年，環球股票市場整體表現相當強勁，主要受惠於通脹持續回落、企業盈利改善，同埋主要央行陸續轉向較為寬鬆嘅政策立場，從而帶動市場氣氛明顯回暖。踏入2026年，雲理投資管理對於市場前景維持審慎樂觀。市場普遍預期標普500指數企業今年嘅平均盈利增長約為15%，反映企業基本面仍然保持良好嘅韌性。我哋相信2026年股市有望延續升勢，但係升幅或較去年溫和。喺呢個背景底下行業嘅配置同埋個股質素將會變得更為重要。今年另一個值得重點關注嘅因素係人工智能 AI。喺全球經濟嘅滲透持續加快 ，AI 唔單止令到科技行業保持強勁嘅動力，更開始深入改變多個傳統行業嘅營運模式，為企業帶來實質嘅效率提升。以醫療保健為例 ，AI 能夠協助分析大量嘅分子數據，縮短新藥嘅研發。AI 影像診斷亦都能夠提升疾病辨識嘅準確度，使到醫療流程更加高效。隨着醫院管理嘅系統日益智能化，整體行業嘅長期需求同埋盈利能力亦都明顯改善。至於金融行業 ，AI 嘅運用更見全面，包括喺風險管理、信貸分析、後台流程嘅自動化同埋提升客戶體驗等等。呢啲技術嘅運用有助提高金融機構嘅營運效率，降低成本，從而改善盈利能力。因此，我哋認為 AI 所推動嘅結構性改革將會成為企業盈利增長嘅重要動能。總括嚟講，2026年嘅市場將會更注重質素同埋可持續增長，能夠有效運用 AI 提升效率同埋競爭力嘅企業將更有機會贏出。而醫療保健同埋金融板塊正係今年值得特別關注嘅領域。市場仍然預期美國聯儲局嘅減息行動會喺2026年延續。除咗股票之外，債券資產係唔係值得投資者留意呢？踏入2026年，市場普遍預期美國聯儲局會繼續推進減息。雲理投資管理認為，低利率環境通常會利好債市，因為孳息回落有助支持債券價格。而現時唔少債券嘅息差仍處於具吸引力嘅水平，令到債券同時具備收益同埋潛在升值空間。喺唔同嘅債券類別之中我哋特別睇好環球同埋美國高息債券。主要原因包括：第一，企業基本面穩健。過去幾年企業積極改善呢個資產負債表，令到槓桿水平下降，配合利率回落，融資成本降低，企業償還能力相應增強。第二，違約率仍然低於呢個歷史平均水平，呢個反映咗市場整體嘅信用質素好好，企業盈利亦都相對穩定。根據雲理投資管理嘅基準情節全球經濟有望維持軟着陸，有助提升企業現金流同埋盈利嘅能見度。第三，高息債券嘅收益率仍具吸引力，平均高達7.2%，可有效提升投資組合嘅整體回報。總體而言，喺減息週期之下高息債券具備債息吸引、估值合理、信用質素改善等優勢，有望成為2026年投資組合之中重要嘅收益來源。2026年投資市場上面有啲乜嘢嘅挑戰係投資者要留意？有啲乜嘢嘅應對策略呢？展望2026年，全球市場仍然面對多項不確定因素，
投資者需保持審慎。首先，區域性地緣政治風險仍然係市場嘅重要風險來源。唔同地區嘅緊張局勢可能干擾呢個供應鏈，推高能源同埋大宗商品價格，令到市場情緒出現明顯波動。其次，全球政策同埋經濟走勢開始分化，唔同地區同埋行業嘅企業盈利表現或會出現明顯嘅差異，令到市場對盈利質素同埋企業基本面更為關注。喺應對策略方面呢，我哋建議投資者可以從3個方向出發㗎。第一，保持多元化配置，透過唔同地區、市場同埋資產類別嘅組合，能夠有效分散單一事件或者單一風險來源對組合嘅影響，提升整體穩定性。第二，更注重質素同埋盈利嘅可見度，選擇現金流穩健、負債水平健康、治理良好同埋具長期競爭優勢嘅企業，有助提升投資組合嘅韌性。值得注意嘅係，能夠有效整合人工智能嘅公司，往往能夠改善成本結構、提升效率以及增強盈利嘅可見度，喺面對環境變化時更具競爭性同埋適應力㗎。第三，喺市場可能出現較高波幅嘅情況下咧，可以適度運用 cover call、備對認購期權同埋 put weighting 賣出認沽期權策略，協助管理組合嘅波動同埋提升收益。cover call 咧可以喺市場橫行或者溫和上升嘅時候咧，為組合提供額外嘅收入並減低波幅；而 put weighting 咧則可以喺市場調整嘅時候帶來收益，同時提供機會以更具吸引力嘅價格買入優質嘅資產。呢啲嘅策略咧有助改善風險調整後嘅回報，同埋增強組合喺唔同市況下嘅靈活性。總括而言，2026年市場挑戰與機遇並存，透過分散佈局、提升質素以及靈活運用期權策略，投資者有望喺多變嘅環境之中保持穩健，並把握長線嘅增長動力。多謝 Leo 嘅分享。總括嚟講，雲理投資對於投資市場嘅前景係維持審慎樂觀，認為2026年股市有望延續升浪，但係升勢或者係會較去年溫和。而另一方面，雲理投資認為今年嘅投資市場挑戰同埋機遇並存，認為投資者可以透過分散佈局、提升質素同埋靈活咁樣運用期權策略，把握長線嘅增長動力。今次嘅分享嚟到呢一度啦，大家敬請留意片尾部分 OCBC 華僑銀行香港同埋雲理投資嘅免責聲明。如果對有關免責聲明內容有任何問題，可以分別同我哋或者係雲理投資聯絡。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